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新历7月15，也就是领3八关的头一天。拄则咱新闻嘛看到讲，真侪人拢排队要来领。咱看到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排队的排。来看到这一日，这个排就是列个意思，像讲第一排、第二排。另外，军队编制单位4班算是一排，若4排算是一连，有人讲是一列。另外，这个排就是一个线一个意思，像咱讲甲物件排好好势。若是两个物件放做伙，咱讲是排做伙。另外，疏开疏通解决脱掉的问题，咱就讲水排出去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排解。这个排解就有调解、做公亲的意思，像讲替人排解问题。另外，这个排解嘛有消透的意思，像讲排解心事。第二个词读做铺排，会当讲是应酬交际的意思，像讲三节公啊生日包红包去甲伊铺排。另外，铺排嘛有铺，也佫有铺摊的意思。另外嘛有照顾安排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老师对学生囡仔特别铺排，无论学生囡仔有大细项代志，无法度解决，拢会找老师来斗排解。老师实在是有够厉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排提供予大家参考。